来看参加2023年世界听障保龄球锦标赛的台湾代表队，是摕到2金、2银、5铜的好成绩哦。也毋过，一个社区的选手伫坐飞轮机回国的过程中，身体无爽快，虽然机顶有医师斗3工来抢救，也毋过哦，嘛是救无回来。这个选手是伫台南市的消防局秘书室上班，市政府嘛表示讲已经慰问家属，嘛协助后事。台南市消防局内底气氛是正沉重，因为局内一位同事雄雄过身，相关人员当日和家属联络，嘛要上北协助家属来处理后事。其实他的跟大家同事的相处都非常和善，所以有什么事情要请求他帮忙，他都非常的热心啊。这部分，是一个大家相处很融洽的同事，所以大家对他都很不舍啦。就是跟同仁跟工作上都很乐意配合这样。像我自己昨天也一直没有办法入眠。这是咱听障保龄球的代表队，因去德国参加2023年世界听障保龄球锦标赛，摕到2块金牌、2块银牌和5块铜牌的好成绩。但是代表队14坐飞轮机要回来台湾的时，这位社区的选手，普当时是伫咧台南市消防局做工课，今年摕到男子团体金牌，所伫咧飞轮机顶身体无爽快，抢救无效，最后仍是不幸过往。在后段的这一段航程当中，有一位选手呼吸困难，在上厕所的时候，倒在厕所里面，刚好飞机上有一位国泰医院的医生一起加入抢救行列。不过因为状况没有很好哈，经过抢救10分钟之后，急救无效。代表队所坐飞轮机14下晡回来到台湾，选手的遗体已经送往中立的民间殡仪馆去进行验尸的手续。也那体育署副署长方瑞文第一时间先到机场慰问家属，也要求相关单位全力协助。另外，体育署会依照相关办法签发慰问金。根据了解，慰问金会当提到新台票300万。记者综合报道。